团队哈，每六首来到的现场哈，有唱到的是俺们的乐和综艺团，我们的乐和综艺团，好，是我们高雄市左南区的乡亲们哈，那提供大家这个。客语还有我们的客家歌谣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哈。那另外呢，他们今天也会带来我们2首歌曲，也是龟婆堂的好曲哦。三下来就有唱大家听好来送上欢迎俺们的乐和综艺团哈，会带来龟婆堂的歌曲《掌乐牌》正乐牌，掌声欢迎，送上欢迎。啊，喂。注意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因为一个团员如果讲做阿妈也啦也每有种的嗰度唱歌的今日排技术专业派出用来洗推一下啦我替代一下从专业派也有舞蹈了大家看到是掌乐牌的意境意境看到是没有办了。好，唱大家慢慢欣赏掌乐牌。
天意书诶，等嘅吼诶，話快樂客家妹，你好咩？客家妹嘅，我按到客家妹，要快樂客家妹，要客家妹啦。好，天意書要帶嚟嘅客家妹。团体哈，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乃年的整请综艺团。